好几个手。Finland Calgary Airport，请不要靠近车门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。那个是我们第一次推荐的，上来就是问题了。对杨总，要有东西那个，对啊，他如果交流的话也可以，不要没听他说，你不要说那个，我没记得了，我就听嘛，下一站九龍塘，乘客可以轉乘觀塘線。下一站九龍塘，乘客可以換乘觀塘線。Next station, Chinatown. Interchange station, Woodside Line. 现在有点不好了，都是自己投了几个，对不对？原地里你在外面买了多少？你在外面买了100万，是吧？他以前在国企的，他们到了国企出来买的，是吧？所以他们就便宜。IPO 的话，哪怕他收益率是这个网上，而且一个说比较那个上个时代是主要是在香港那边。請小心空隙及留意車廂與月台的一個高低，請小心空隙，並留意車廂與月台地面的高低。Please mind the gap and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in level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. 对，当然我把问题反映。他有时候说的话，还是要把人说出好，正面负面都要说，这他妈区别。正面他也说了，负面大于正面。另外有些数据他是胡说的，一些数据啊，客观东西他也胡说的，一定好，是因为。